今次從3個角度睇下中移動值唔值得持有收息。首先會講下港股通最新持股比例，然後就回顧下中移動派息歷史同埋現在股息率點先值得買入。跟住就係講下管理層嘅利潤指引。首先就睇下個港股通持有中移動嘅比例，之前影片都講過，大媽已經控制中移動大部分籌碼，大媽大量買入，股價就升，大量賣出就跌。可以睇下最近11月大跌，跌咗幾個月，大媽一路賣出，藍色線代表持股比例一路跌，紅線代表股價一路跌，跟住4月藍色線向上，持股比例增加，股價就升，現在持股比例跌，所以股價就跌。今次減持比較少，總之睇實個持股比例有非常大參考作用。而家回顧下中移動個派息記錄，2003年開始就一路派息，但大體上係向上，都增長咗10倍以上，揸到現在都幾和味，而且派息從來冇停過，仲有特別股息添。2017年股息係6.4港元，當中已經計埋特別股息，小投資者當然好開心。對於尋求股息嘅人嚟講，長期持續嘅股息分派能力係非常重要。2025年全年股息係5.27港幣，股息率以現時股價計係6.8厘，係非常吸引嘅水平。當我哋將佢同本地銀行嘅定期存款比較嗰陣，佢仲係好太多。檢查中國移動係咩價錢，會提供咩股息收益。上年股息係5.27港元，喺75港元股價，我哋有7厘嘅股息收益；而喺65港元股價，有超過8厘嘅股息收益；喺90港元股價，仲係可以有5.8厘。從呢個角度，我哋可以判斷幾時採取行動。中移動如何維持派息？傳統通訊業務數據都冇增長，中移動就係靠減少資本投資，提升派息比例維持派息。首先睇下個派息比例，近10年都係一路上升，派息比例從40%增加到75%。再睇下個資本開支有升有跌，主要反映4G 同5G 嘅投資高峰一完，資本開支就少，盈利開始增加，派息也可以增加。好似呢2年咁，5G 嘅投資高峰過去，資本開支少咗就可以多咗錢派息。呢個情況，上次4G 高峰過後，資本開支都跌咗5年，所以今次都唔例外，應該可以持續3至5年，咁樣未來收息就應該有啲保障。管理層對2026年嘅核心指引係收入穩健增長，利潤同口徑協同增長。管理層嘅穩增講法，大家要理解為撇除稅務影響後嘅增長，實際上賬面利潤可能持平甚至輕微倒退。呢點係2026年最需要消化嘅利空。派息穩中有升，但空間有限，派息比率已經去到75%呢個高水平，再大幅上調嘅空間有限。未來股息增長會更加依賴盈利本身嘅表現，如果盈利受稅務影響而受壓，即使派息比率輕微上升，實際股息金額嘅增幅都可能好溫和。不過管理層強調會充分考慮盈利能力同現金流狀況，暫時仲未見到減派息嘅風險。現金流應收賬係最大變數，但指引好轉。不過管理層已經將有現金流嘅收入放喺好高優先級。財務總監明確表示，2026年自由現金流將實現快速增長，同時強調應收賬款管理已初見成效，下半年會持續改善。點評：應收賬係中短期內需要密切關注嘅指標，但管理層嘅指引相當清晰。如果下半年匯款情況真係改善，現金流嘅復甦會更穩固。資本開支持續下降，減輕壓力。資本開支方面，2025年實際資本開支為1509億元，按年下降8%。2026年計劃資本開支進一步降至1366億元，按年再減8.5%。當中，算力投資係增長重點，但整體開支規模仍然受控。點評：5G 建設高峰已過，6G 標準要到2029年先確立。呢幾年確實係一個資本開支相對寬鬆嘅窗口期。結論：管理層指引係正面嘅，表明高股息可以有好大機會維持。